来看新竹县风采520的建案发生5起车路落空的公案以外，县长尤文科奉质疑讲对建商放目收87万的政治现金。安那县府表示，尤文科竞选期间的政治现金拢会当检视，绝对无乌西。 建案的地下5楼，敢若用钢板角铁做挡土壁，无法度挡沙石和地下水一直流入来。虽然佫放一堆沙包要挡，但是水也是一直流入来地下室。民进党议员25公布这相片，强调丰益建设的风采520建案已经发生5摆公安事件，敢是县府在放目？甚至支撑不住了，是用角铁在做支撑，甚至。 被地下水冲破了以后，它是用沙包在做支撑，整个建案下面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哦。它有没有乱搞？这个是可以去查证的。建筑的施工的计划，它都有它的建筑师、建造单位在控管的。对议员的质疑，丰益建设回应讲，拢有照计划的施工。议员嘛质疑讲，尤文科2年前在竞选的时阵，做丰益建设的招待中心做竞选总部，3个月租金大约是87万，但是伊嘛收丰益大约87万的政治现金，基本做免钱。竞选期间，他所有的政治现金都是依法来收受申报，而且是由公开资讯都可以查阅，是可以受到公平的，并没有外界所谓的对价关系。县府嘛强调讲，对建案县府拢是严格的监督，唔捌杀责任。即摆已经要求建商全面停工负责任，一切拢依法来做，有啥物就办啥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